好，各位，我很喜欢这一段话，这是善导大师一再的告诉我们末法的众生，末法的众生。善导大师，你们知道，他就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，他的讲的话，你不要怀疑啦，你不要怀疑，各位知道吗？你怀疑就是在谤法、谤佛、谤僧，你就在诽谤，所以这个罪业很重。所以善导大师跟你说的话，我们会深信不疑，而且完全欣然接受，一点都不会起疑惑的心呐，不会。他讲了，莫论弥陀摄不摄，不要去讨论啦。你不要讨论阿弥陀佛到底摄就是救度的意，那他救度还是不救度呢？不要去讨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发愿嘛。如果我今天救不了念佛的众生，我不成佛。我用成佛来跟你保证，我已经成佛，那你只要念佛顺我的愿，我一定救度你。所以这个他已经成佛了，你不必讨论。这个他救度不救度，你不必讨论，因为成佛的人不可以打妄语，不可以欺骗众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会造口业，他会损德。功德不圆满啊，怎么能够成就佛道呢？不可能的，各位对不对？所以他不会欺骗众生，不会利用众生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解到，你救不救，你不要去考虑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，他已经成佛了。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就已经10劫了，10劫之前他已经都成佛了，所以我们不必讨论这个，他到底救不救？他一定救你，只要你念佛。他一定就只问专心回不回，只要就问你讨论是吗？你专心，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？你到底有没有诚心诚意的？你到底对阿弥陀有没有信心？你要专心嘛，对不对？回不回，你去不去极乐世界？你到底发愿要不要去？就问你这一点。你如果我们念佛，很多人念佛是为了求我身体健康。我念佛做什么？我希望家庭和乐，我希望印土开通，我希望财源广进，我希望身心健康。都求这个，还求来世大富大贵，还没求这个。各位，佛说不是，你念佛目的是一心一意求西方。我们要发愿成就，你到了西方，各位听经闻法，你的佛道就圆满了，佛道就圆满。所以各位，你看。你救不救这个问题，你不需要在心里面产生疑惑，不需要，只问你专心回不回，问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，你到底去不去极乐世界，要不要回归到极乐净土，要不要？你回不回？你回不回去吧？但要回心决定相，你只要你要回去的心已经决定了，向这个方向，我没有2个方向啊。不要这样的犹豫不决，我要到东方，我要到南方，你不要这么想法。我一心就是求往西方，我的回心，我要回去的心是决定了，决定了。所谓决定，各位没有疑惑啦，没有3心2意啦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我就决定，我向这个方向到极乐世界。念佛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成就。念佛，我一定要去见阿弥陀佛。如果你已经决定了向这个方向在努力，临终弥陀自来迎。那么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依他所发的愿，一定前来救度，一定救度你。各位，莲花来接引你，顺顺利利的，无挂无碍的自自在在的，轻轻松松的，我们到西方见佛了，花开见佛。所以各位善导大师这么苦口婆心的把这个重点来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我们满心的欢喜，感恩善导大师，感恩阿弥陀佛有这么伟大的佛法，让末法众生能够有所依靠，有一个准绳就准则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我能这样，要发愿往生，我相信，我愿意去，我好好念佛，把这个原则把握住，这个核心的价值抓住，念佛的要领抓住，各位，你一定到极乐世界。不是你学了很多，
听了很多，你研究很多，表示你比较有能力去吗？不是的，是你一定要绝对相信，我愿意去，我好好的念佛，其他你不要怀疑，因为我们要去不是靠你自己的，不是靠你自己的才华，不是靠你自己的学问，不是的，是靠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要接度你，你相信，你愿意接受，重点是在这里。你念佛以后你要做什么？我就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是愿意回去我自己的家园，自己的家园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太重要了，观念就在这里呀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收起来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啊。